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0月初5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公费给付的流行性感冒预防针，今仔日开始做，但是中部长本人抢嘛比起来，鼓励民众都爱去做。早起，今年双十节筹备委员会公布典礼的主题，正是2020民主台湾自信前行。负责看顾甲治疗美国川普总统这白宫的医师表示讲，伊复原了真好势，按算今仔日会当出院。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又搁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这是一个今年正月去到菲律宾做实咱的国民，6月中伫迄边特别去挖着病，复原了后9月返来国内，隔开14天到自费搁再验，说是验出2次染病。目前国内病例总人数计共是518人。咱当就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盖新的说明。就是新增一位菲律宾从菲律宾回来的本国籍女性30多岁，按518，她今年1月到菲律宾工作，9月18号返台。那检疫期满之后，那个案因为担心自身健康，所以是10月3号检疫期满。就自行前往这个医院自备采检，那还是验出有弱阳性啦 ，CT 值是33。那在今天确诊，有关他的相关接触者，目前匡列2人啊。再来关心公费给付的流行性感冒预防针，今仔日开始做，包含6个月超过的婴仔，搁有高中以下学生，甲50岁过的中年人等等，拢总9种对象有下资格。因为去年50岁到64岁之间人数上少，卫生福利部当嘛邀请58岁运动教练潘乐德到宣传，但是中部长抢嘛比起来，鼓励民众都爱去做。好，我们先拍个预备公费动作。流感疫苗10月初5开始做，卫生部长陈时中带头来做。因为去年流感疫苗的注射率上低是50到64岁，所以今年特别邀请58岁健身教练潘洛迪来做防疫大赛。虽然伊连续运动38年，也是每年拢会定期做流感疫苗。将来我们要打拼的，它不再是学历，也不再是什么，也不再是权力，是什么？是免疫力。卫生部疾管署讲，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总共买600万剂，主要对象甲往年同款，包括6个月以上到读小学进入的幼儿、小学到高中级的学生、50岁以上的成年人、高风险的慢性病、罕见疾病加重大伤病患者、6个月幼婴仔的父母加有薪的妇女、幼儿园的托育人员、安养养护长照机构的照顾者加工作人员、医师加防疫人员。动物园工作加防疫人员等等，但是中强调，做流感疫苗会让避免加新冠肺炎相同的攻击。2病齐发，那当然重症的可能性就变高。那先打一个疫苗，把流感的可能性降到比较低，那这样对 COVID-19 就比较不会同时2病齐发，增加我们诊断跟治疗的困难。卫生部提醒，做流感疫苗2礼拜了，才会开始产生抗体，保护力会当当1年。做疫苗会让降低感染流感的风险，也减少非必要看医生的次数。同时也鼓励民众家己开钱去做流感疫苗，保护家己也守护厝内人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台北市郭文特市长流行性感冒的预防针嘛带头做大声。外界讲到顶礼拜邀请所有的前市长来讲台，这敢是以为着要选总统，这条讲和马英九先生要和解，总是郭市长无加背回。另外人猜测讲，并连任了后会选总统的新北市侯友宜市长，早起嘛公开做预防针，讲目前伊是专心拼市政。出席世界流感疫苗开始做的记者会，台北市长郭文特是带头来注射，为着预防秋冬流感的高峰期，新冠病毒甲流感做伙流行起来。郭文特提起符合资格民众拢爱记得来注射。我们还是要防止那个祸不单行啊！你要是得到新冠肺炎，再同时得到那个流感，那真的我看我以我的经验应该会很惨的。台北市才邀请历任台北市长出席活动，郭文特甲前总统马英九的互动伫活动了后受到大家关心。外界质疑郭文特为着报告2024来杀和解牌，郭文特是好人，而且俄罗马英九是一个客气的人。对我来讲，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来源呢，就是说他还是可以跟你
你不见得他讲的你100%同意嘛，但是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我就想说，对，我没有注意到。国会流感疫苗开始做的头一天，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带小朋友做回来注射，除了中央公布的9大类对象，新北市另外嘛采购6万剂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鼓励民众去新北670间指定的医疗医所来注射。另外，家己各买22000剂流感疫苗，甲中价收入户等等的民众，拢来入去公费疫苗的保护线。中低收、身心障碍，以及有很多像客运司机、托育托老的工作人员、产后护理之家非医事人员等等，我们都给予免费施打，希望能够让长者、幼者以及慢性病高风险族群都能够得到全面性的照顾。最近有民进党的议员认为侯友宜的后一步动向是要争取市长连任，再搁用高民调来选2024的总统。侯友宜知影了是回应讲，即马上重要的是把工课做好，离选举还阁有一段真长的时间，会全力拼市政。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来讲，早起今年双十节筹备委员会公布典礼的主题，正是2020民主台湾自信前行。总是因为传染症，按算有要参加出席庆典的侨胞，应当是1500人尔。咱台湾住在欧洲联盟甲比利时的代表处，嘛伫 Facebook 发表影片，报上欧洲各国的政治领袖对咱的祝福甲支持。以声音的写谱线条做设计重点。今年国庆的主视觉设计，要上顶台湾透过多元的声音，社会交流结合，成就民主的进步。国庆筹备委员会公布今年国庆大会的主题：2020民主台湾自信前行。嘛头一届开放民众现场观礼，做回来庆祝国家上重要的庆典。担任主委的立法院长游锡堃利用致辞的时阵，代表立法院表达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心，祝福伊早日康复。嘛讲到台湾对抗疫情的成绩，就是对全球民主的贡献。因为民主让我们抗疫有成，那现在被很多国家目为国际的抗疫典范。因为民主，国际能见度大幅提高。拜六就是国庆日，侨委会已经开始受理海外侨胞登来台湾报道。不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预计参加国庆活动的侨胞超1500人，在海外嘛有真侪庆祝活动。台湾驻欧盟兼驻比利时代表处在人面册发布影片，分享几10位欧盟、比利时等等的政治人物对台湾的祝福。Today is one of the least affected countries by this horrible pandemic. Taiwan was excellent in overcoming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andemic. I wish Taiwan to receive full diplomatic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除了肯定台湾的防疫成果，伊嘛学到台湾的民主，表达对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劳动部顶日有宣布劳保年金制度的改革要渐案。总是早起，柯明春部长伫立法院也搁再发声，望劳工唔通相信讲年金会减3成去这款谣言。总是在野党的立委一再探问，在柯部长的任内，敢会正式落去改革？二来就是要了解改革过劳工的年金会求水偌济。柯部长只有是说明，一定会全面性落去考虑。砍3成这部分，这绝对不是事实啊，绝对不是事实。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劳工朋友不要相信谣言。顶一日传出劳保年金改革工作坊，学者有共识，要收价锁定替代率，按算劳保年金会抬3成，引起社会议论。劳动部紧急宣布，会暂缓劳保年改。初五，劳动部长柯明春伫立法院讲，减3成劳保年金是谣言。不过，国民党立委要是真要以年改的议题，一直问讲，即马若无修法，是要等到伫当时。你任内到底会不会解决劳保年金？会不会送立法院？报告委员，我期程上我们会做评估啦。部长，你不愿意承诺在你任内没有关系，但是你就总是要有一个大概的时间吧。柯明春强调讲，还阁有社会共识，而且会听各方的意见。针对具体修法的时程，一直拢无一个明确的答案。有立委质疑讲，未来劳保年改修法了后，恐也会爱回溯到进前的时间，烦恼劳工最后领到的退休年金要是会减少。你支付责任要入法正确，但是
你支付责任的时候的那个版本怎么样去给付，你就要至少要维持那个版本的给付。一个人付1块钱也是支付责任，那时候我就可以当政府来发这个钱了。其实报告委员，我们现在劳保制度的设计本来就是领到的给付一定比缴的总保费多了哈。柯明春回应讲，目前劳工领到的劳保退休金是当初6月13倍，咱若立委关心未来修法，年金的给付敢会设立上低限制？柯明春嘛讲，拢会考虑在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房世宽主任委员接受立委质询的时，针对外界咧探讨过去强制征兵的制度，敢要继续办？伊是大力替家己伫国防部长任内所推动的募兵制赞声。另外讲到退役的上将陈定统批评咱的国军战力歹，袂懂得解放军来攻击。房主委嘛讲，军方这款话拢无人会认同。两岸大海的情势真紧张，国军的战力敢是会当因应特征的威胁，外界嘛引起恢复征兵制讨论的声音。国防部嘛确定后备战力改革方案，来日起年4份的关照。前国防部长、现任退辅会主委房世宽找过去立法院质询，大力支持任内推动的募兵制。伊强调讲，若是要用征兵制，互无心做兵的人来，倒不如用募兵制去引优秀青年来做兵。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武器系统都需要长时间的人员维护，或者是来做操作。假如募兵他能够有长时间固定的在这些方面，对于国军来讲，战力是能够维持的。针对退役上将前陆军总司令陈定统讲，国军的战力失灵，引起民众不满。房世宽回应讲，退役将领无人赞同伊的言论，有立委质询退辅会敢是应该强化敌我意识。房世宽颠倒认为讲无需要。你没有检讨你辖下的将军讲出这种话，你检讨我不提出来，大家不知道，这倒因为果吧？要讲反共抗俄，我会输你吗？他要去统一，我能够讲说他不对吗？他不对啊，他哪里对？我把他不听可以吗？若是退辅会为着要甲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加强感情，积极争取驻美代表，但是房世宽表示，行政院目前无核定预算，今年确定无法度去。若是有外界质疑，中科院应该停止生产雄风飞弹，因为国防部已经向美国采购反地汽车飞弹。房世宽认为讲，台湾应该发展家己的武器，国防部应该卖雄风。记者综合报道。早起伫立法院后，立委问起内政部市国防部长和刑事局黄明昭局长，讲敢有接到香港迄边通知，伫台湾杀死女朋友的陈东家要投案的消息。双人是讲确实拢也无。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是甲香港发声，讲两边的政府都要好好讲，咱也袂去放一个杀人犯来咧自由出入，一切拢依法办理。2018年，一个香港的男性陈东家涉嫌伫台湾杀死因女朋友潘晓颖这个案件，当时陈东家讲，伊想要来台湾投案，不过香港保安局甲台湾陆委会针对敢有建立联络甲直接的单位，双方目前是一人讲一款。根据监察院顶个月公布调查陈东家案件的报告指出，投案的单位甲相关作业的庭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已经准备好相关的工课，并无拒绝收陈东家。内政部长徐国勇找我伫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质询的时阵，嘛去问到敢有掌握这个案件的进度，伊讲并无收到相关的信息。确实的讯息是什么？来，律师有人部长不知道哟。报委，有关官方的管道都没有接触。意思说，你们有没有正式接到他要投案的讯息？我没有啦，我没有接到。没有，就警政署这边都没有，刑事局这边也没有嘛。咱行政院长苏贞昌找我受访的时阵讲，香港甲台湾爱好好讨论，而且甲香港发声讲，唔通提来提去。他要来台湾投案，香港有政府，台湾有政府，就好好的谈。他不可能来这里自由行，我们也不会容许一个杀人犯自由来去。所以香港政府用不着推来推去，我们政府一切会依法办理。苏贞昌强调讲，袂用阮杀人犯来台湾自由来去，若是陈东家来台湾投案是真实的，政府会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来讲，负责咧治疗甲看顾美国川普总统这白宫的医师已经透露讲，伊复原了真好势，按算今日就会当出院。总是昨川普总统要离开国家的军事病院，伫车内甲支持者握手这款举动，也去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提醒讲，这会增加伊身躯边的人员染病的风险，可见川普总统对武汉肺炎病毒的严重性理解了，也阁无够彻底。
美国总统川普伫咧随时直接离开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并且伫咧车内向边外口的支持者握手。伊家己伫咧出发前，伫咧推特发表一段录影，讲要互大家一个小惊喜。And they've been out there for a long time. I'm about to make a little surprise visit, so perhaps I'll get there before you get to see me. It's been a very interesting journey. I learned a lot about COVID.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讲，川普坐伫咧车内有挂水烟，想要展现家己有关健康的模样。不过，呢新作已经造成随行人员感染的风险，显示伊对这种病毒有高度传染着有致命性等严重性的理解也阁无够。华特里德一位医生批评，伫即马共这随服拢要隔离14天，同时要面临感染、死亡等危险。白宫发言人迪尔讲，这段过程拢有医疗团队确认用于进行，并且采取包括前个人的防护装备等预防措施。川普医疗团队伫进前才替伊检查血，并且伫咧报告内面讲，过去几天，川普有2遍低接的血氧浓度无够，接受强生素，经过药物的治疗了，即马已经有较好，评估上紧伫咧找5会当出院，登去白宫继续接受治疗。Yesterday, you told us that the president had been in good shape and fever-free for the previous 24 hours. Minutes after your press conference,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Mark Meadows told reporters that the president's vitals were very concerning over the past 24 hours. I think his statement was misconstrued. What he meant was that 24 hours ago, when he and I were checking on the president, that there was that momentary episode of the high fever and that temporary drop. A couple hours later, he was back up, mild again. 伫最近甲川普近距离接触的人，包括共台辩论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2遍的采检结果依然是阴性。伊的竞选顶下的发言人贝茨也讲，拜登未来会定期接受体检，每一遍体检的结果也会公布互外界知影。也因为川普确诊，正伫咧国外访问的国务卿庞佩奥随时启程去日本，取消原本要访问蒙古加南韩的计划，甲这边的亚洲行缩短，伫参加美、日、澳洲加印度的4个外长会议，讨论印太地区等议题了，有定伫咧找到要登去华府。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世界出名、出身日本的服装设计师，就是身穿方面事件的大牌子 Kenzo 的创办人塔卡达 Kenzo 高田宪三，因为染着武汉肺炎，10月初4，人伫咧法国巴黎病院来过往，食到81岁。根据日本共同社引用法国的媒体报道，塔卡达 Kenzo 的亲人已经证实伊过往的消息。1939年出世的高田宪三，伫东京文化服装学院出业了后，25岁就去到法国巴黎发展。1970年创办 Kenzo 这个牌子，经过2-3冬，接托手予世界精品业的大公司 LVMH。总是今年，伊才搁打发表室内设计甲家具一款新的牌子 K3 呢。不料，但因为武汉肺炎来别说，也留予精品服装界大大的唔甘。关心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来讲，中秋休4天天气拢烧热，不过对今仔日透早起冷空气来到地，北部、东北部会变了较凉冷，高温做一个降10度落来，尤其这寡地头雨果会落甲双十节的假期。那这波东北风呢，预计影响的时间点大概就从今天开始到周4。那今天来说会是一个蛮明显的降温阶段，白天开始一直到晚上，整体来说整体的温度是越晚越凉。那今天来说，白天的高温以北台湾来说大概是24到26度，那宜兰地区的话大概也差不多是在约26、27度左右。比起昨天普遍在33度甚至是更高的温度相比的话，至少有8到10度左右的一个降幅，所以北台湾跟东北部今天感受上来说降温蛮明显的，同时也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一个状况。那中南部地区的话，还是一样保持在33、34度。中央气象局表示，亚风蛇北部和东半部有雨水，尤其宜兰甲桃园以北热落的时间搁较久，有的角头甚至会变大雨。中南部目前是多云到好天，不过早暗气温也有较冷。另外，关岛北平海面的热带气流早起8点，已经转变作今年度第14号的风台。总是因为离台湾还有2000公里远，敢会影响到双十节的假期，就要拜三才较会知。观众朋友，咱来关心讲，早起行政院主计总处的朱德明主计长伫立法院表示讲，今年下半冬经济成长率估计是2.29%，
年度的表现按算1.56%，应当是徛会在。另外讲到明年度的经济主计总处也表示，半导体甲网络5G 伫咧带动，依然是真有信心。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受到真大的冲击。主计总处按算国内经济成长率已经为今年2月份2.72%，落到目前的1.56%，引起立委烦恼讲经济成长率的预测敢是会调低。早起主计长朱德明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今年的成长1.56%，应该是真接我今年经济成长的表现。一路修正，从原来送出来的2.72修正到现在1.56，其实。我跟你算过百分比了，超过40%。2月份的时候是没有考虑到那个时候疫情会这么长，因为期间已经在越后面了，所以这个1.56是可能是接近正常的一个。朱德明讲，今年顶半年经济成长是0.78%，下半年还未过煞，不过成长按算会超过2%。目前第3季应该会当达到目标，不过第4季也是爱看疫情的状况。若国内虽然疫情控制了袂歹，不过主计总处统计，今年8月份劳动力的人数是11985000人，比去年同个月减7000人。在国内疫情转好的情形之下，失业的人数甲去年同期来比是无明显的变化。失业率情况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失业率失业率情况，我们现在是比去年稍微高一点的，但是还是说去年大概都3.7、3.8，我们目前大概3.99，谢谢。3.99，那多少万人没有工作？大概是6、7万人。那下半年甲明年，主计总处认为讲，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到全世界，台湾旅行的收入因为来台湾旅客人数减少，所以有落。不过因为大商回流，互国内制造产能延续。另外，半导体、5G 等等的需求加悬，嘛对外国贸易有帮助，带动出口的成长，互经济回温。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讲，顶日教育部已经有要求各中各校的营养午餐，敢若会当采用国产的牛肉、猪肉。早起潘文忠部长阁表示讲，有连补习班都要求参与，便来甲学生款食室嘛同款袂当用到美国肉品。另外，农委会也决定要提高营养午餐业者的补助，一顿1分兑3块半，增加到6块。营养明年1月1开始，国内开放进口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除了国中甲国校的营养午餐，爱使用国内在地猪肉甲牛肉，即摆连补习班嘛爱遵守这个规定。教育部长潘文忠早起去立法院报告进前受访的时阵表示，已经发函予各县市，要求补习班爱比较国中、国校也有幼儿园，袂当使用美国猪肉甲牛肉。补习班如有应家长委托供应这个膳食的也一定要采用这个在整个标示上面是以国内的这些肉品来作为供食的一个目标。教育部表示，食材登记的部分会增加猪肉、牛肉产品的原产地，列做一定爱填的项目。另外，为了增加效率，有提供结合手机App 扫描影像辨识技术的功能，取代人工登记，会当即时验证食材标准的正确性，互家长甲学生掌握食材的资讯。若农委会嘛表示，为了奖励营养午餐的食材，使用有3个标准、1个 QR code 国产的食材，决定提悬补助业者一个人一顿，为原本3块半，提悬到6块。2.5元的另外加码的部分，是针对加工的肉品跟生鲜的猪肉跟鸡肉的价差的部分。立法院教育甲文化委员会初5邀请教育部、农委会甲卫福部等等的单位，针对进口美国猪肉、学校团膳的食材，要安怎管理甲查验来进行报告。若2岁以下的托育中心，还有居家托育，敢嘛爱比较办理。卫福部表示，居家托育是较无法度，不过托育中心的机构是会当研究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去年宜兰南方澳大桥断过，致使桥卡6个外国渔工不幸过往。早起新桥开始建设动土的典礼，包含蔡英文总统、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交通部林佳龙部长拢有出席管理。计划3年内就要落成。若初期这版大桥的管理，林部长嘛强调讲，会吩咐港务局专权负责。南方澳的下港大桥举办祈福的动土仪式，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林佳龙做伙出席。因为去年10月初1，南方澳的下港大桥意外崩起，造成6个人死亡。外界质疑相关单位维护管理无妥当。今年5月份才公布处决名单，即马新桥就伫要动工，所传出讲还未确定维护管理单位，嘛引起各界批评。
航港局它具有未来大桥的这个产权，那是委由港务公司在维护跟管理。登高了去追究责任，才发现讲南方澳的下港大桥管理单位的权责不清楚。林佳龙强调讲，未来新桥由港务公司负责维护管理。另外，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未来加强桥梁纳管，合作各管区整建。我们全盘纳管公众通行的桥梁，修订检测的规范，以及精进桥梁秩序管理系统。同时也协助各县市政府加速桥梁检测跟改善的工作。所有的钱一定由政府全力，由中央全额来补助地方，3年内全部要让它通通到位。新桥会以选比钢化阿摩头的方式来起，外形是参考南方澳特产青翠鱼的意象，预计3年以来，民国111年8月份完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内政部正在推动8年来建设20万户社会住宅，按算今年10月底就会当有4万户先完成。总是社会福利的团体当出面批评讲，目前社会住宅敢若按算3成，要予较弱势的对象来抽，各有的抽着嘛说袂起、纳袂起，可见政策对弱势人士的照顾实在真不足。弱势族群受到身心障碍，也是年岁甲收入的限制，所处有真济无方便。有社会团体伫咧辅导家有就业的过程，每项工课时阵嘛申请低收入户的资格，就要参加社会主体抽考啊。真无简单才抽到，啊，毋过说因为厝税纳袂起，落尾也是无法度来带。每个个案他是申请到低收入户之后，然后我们有协助他去申请社会住宅，他有抽到钱，但是后来他放弃，因为那个租金就要5000多块，除此之外还要有那个像整个家具的租用、水电管理费等等。社会团体表示，除了付不起租金，因为社会主体数量无够，针对弱势团体保障，佮干那30%，完全是无够市。社会团体针对6岛的社会工作者来进行访谈调查，凸显弱势极大上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体数量无够，而且补贴也嘛无够。第四弱势个案有极大需求的时阵，可能抽袂到，也是租袂起。如果可以提高比例到40%、50%，那包括我们的包租代管，它其实也设了一个保障给弱势的一个比例，就是40%。那其实资源投注这么多，那你应该要把就是最有需要的人，其实应该是照顾的那个比例应该要再加高。民间团体嘛，呼吁政府针对社会主体运用，爱进行下部门的整合。内政部应该甲卫福部建立专门的反向沟通的管道，做回来替弱势团体争取。上无爱提悬弱势族群会当使用社会主体比例到40%至50%之间。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礼拜半暝，桃园市昆城街一间幼儿园火烧，警方查到3大导火点，但怀疑可能是有人调故意去放火。尤其近来这1月日，迄4边的地头已经发生几落桩恶意放火的案件，警方也表示已经有掌握可疑的对象，一定积极追查甲倒案，赶紧查明实情。年假结束，幼儿园正常上课，不过前一天随时透早。桃园的昆城街这间幼儿园4楼的楼梯间、2楼的便所加办公厅的监视器主机拢导火，消防员赶来拍火，好佳在无造成重大灾害。初步监视了，无排除人挑工放火。本案警方接获报案后，与消防人员赶抵现场，并进行采证。目前已掌握特定对象，将积极查缉到案，以厘清案情。警方讲，除了会积极调查查清案情。也加强周边的巡逻，维护居民的安全。在火警发生的隔当天，消防队也特别入去幼儿园，对老师家囡仔做防灾宣导。我身上不小心弄到手了，怎么办？吵我了，不可以这样。我一定要。1-2个月内大概发生了6件到7件，幼儿园的部分有1件，废弃空屋的部分有3件，那汽机车的部分有大概3件到4件疑似的状况，不排除是中毒可能性。消防局讲，除了这间幼儿园，3层楼的建筑物竟然有3个导火点。一个月以来，在附近也阁发生几落件社附近旧宿舍的火警、汽机车的火警，拢敢若是有人挑工放火，已经限请警分局全力侦办，也请辖区的里长、消防相助队加强宣导甲巡逻。记者综合报道。
咱过来讲，昨昏有人伫苗栗县公馆遮一搭偏僻的公寮，发觉动物身躯的毛、甲骨头、线、甲龟头骹边仔佫均好一鼎汤，嘛有狗仔的身尸去互铁链链掉咧。县府的动物保护防疫所的人员已经去到现场采证要化验，也有通知地主出面说明，若装链草、抬狗、煮狗肉，一定会依法处分。听小狗仔的人行入去这间公寮，看到警方互伊讲是真歹接受。这狗狗死亡的骨头跟牙齿，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来，我 Q 来，我大家看这，非常恐怖的一个地方。龟头骹拢是动物的骨头甲毛，我近看佫有看到下颌甲明显的喙齿，怀疑就是狗仔骨头。现场甚至佫有假树落甲鞋啊，边仔佫有放啉无完的汤。要看到锅子，看到锅子，好，看到锅子。这是动保团体接到通报，伫咧苗栗公馆的一间公寮，有一只狗仔咧等待救援，想要到现场所发现，怀疑有人抬狗仔煮来食的情形，佫有去有铁链链掉的狗仔身尸。苗栗县动保所嘛到现场了解，现场发现一卡大冰箱，要甲冰箱内底可疑的肉甲炸转去化验。这我们没办法判定，没办法判定，还是要经过化验之后。当地居民表示，这伫咧真偏僻的后人溪边，平常时真少有人车出入，真歹发觉到有无正常的所在。动保所表示，若是确定有虐待、抬狗仔煮来食的行为，会以违反动保法裁处。附属动物死亡情节重大者，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金。举证的困难加上罚则过轻导致很多人还是铤而走险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地下繁殖场也一样动保团体表示，目前基证往往是采发的困难点，希望加强查缉，阻止地下化。也若是动保所表示，会通知地主甲相关人士来说明。若是确认有抬真济狗仔，会以违反动保法，相当处5年的徒刑，并科50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公园来讲，台中火力发电厂按算要新设2台核天然气的发电机组，计划伫2024年开始运转。目前详细的计划送去到台中市府审查，但市府可能会加要求迎新也着爱弃旧。总是这站引起研究环境工程的学者出面发声，讲望市府着爱带领百姓赶紧许可核天然气的发电机组运转，这才是要紧。台中火力发电厂计划一步一步用烧天然气来替代烧煤，其中2部机组今年1月通过了环评，但即马台中市政府加入了都市设计审议通过，才能进行设置。中兴大学环工系教授庄明杰伫脸书面顶呼吁台中市政府以创新为念，因为台中市政府要求中火换新的同时，嘛爱甲旧的换掉，也延后到天然气机组商转的时程。过去都不用那这一次突然要突击审查，对，那一下子又不晓得哪时候召开委员会，所以你会觉得说很担心，审下去永远没完没了。对这个问题，台中市都发局回应，去年5月，针对台中港特定区域计划范围内底港部专用区重大建设计划，拢爱进行都市设计审议。目前已经审议到离岸风场，并不是单独针对中火。台电已经送中火烧天然气的计划，但是西部还阁保证，所以审议的时间还未确定。那补正完之后，我们才会提相关的专案小组来做审查。那如果说在这个资料都还没有送审，或是资料还没有补正之前，就说我们做卡关，这个是我们不予置评。台电表示，都市设计审议如果拖到时程，2024年11月12号的烧天然气机组商转的议定时程会有难度。那如果都审过了之后，我才有办法从都审过的那个点来评估什么时候新的机组可以上线。希望说我们的机组能够这个作为备用机组这样对我们整个系统的供电稳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学者认为，改善空污换掉旧的、甲换新的，无一定爱白做伙。台电只是表示，未来会加强甲台中市政府来沟通，向2024年烧天然气机组商转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公园来讲，南投县德山的内政部消防署训练中心是专门伫咧训练紧急应变、防灾救灾人员的场所。结果早起有民进党立委质询讲，训练中心本身的安全检查长期违规，敢若今年都有11项无及格。内政部市公部长直接承认，这确实闹亏，讲一定会继续改进。
内政部消防署的训练中心伫咧南投德山镇，是亚洲规模上大的消防训练场地。毋过，立委新法会说指出，训练中心的安检登记违规，从105年到109年有真侪违规项目，而且消防安检连续5年拢无合格。PowerPoint 上面这个是今年109年的这个消防设备改善计划书，对，不合格的项目高达11项。那认真讲吼，绕亏啦。真好亏啊！我们会所以要改进。不过我跟委员报告，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让委员知道说，阮无徇私啦。根据统计，无合格项目包括灭火器、室内消防栓、自动压水设备、火警自动警报设备等11项。内政部长徐国勇嘛指出，会继续改进，赶紧改善。因即摆咧招标啦，吼，因为咱的困难就是讲哦，我们是公家机关哦，像这一些吼。超过一定这个金额的都要招标了。我们咱就无参照讲民间的较足紧安尼啦。南投德山训练中心开28月来起，逐年有6万的消防人员来遮训练。徐国勇嘛搁一解强调讲，招责任归属应该是消防署长负责，毋过伊一定会亲身监督，再搁落去视察，会专责处理了再搁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台东县政府已经举办12档年节连续假期往回台北的专车。今年中秋节过，已经无要设专门的网站了。换改用县府包车开放民众伫咧代替的网站注文车位，全国拢会当提票这款新制度。按算明年旧历过年的假期都会开始办理。台东县政府今年中秋，家己办回乡甲转去上班的专车，拢总开出往回台东、台北2帮普悠嘛。侪人超过90万，不过这届是县府甲代替包专车12年来，上尾一届家己办订票甲卖票的服务。我们的系统改变不会这么难拿，我们跟台铁在一起。县府表示，因为家己办的订票系统，敢若限制伫台北甲台东会当领票甲退票，互住伫其他县市的台东乡亲真无方便。县府甲台铁协调，未来会改用台铁的订票系统来服务。这样的方便性，基本上比过去台东县政府自己售票，然后自己摆设柜台让民众来取票，其实它的方便性要更高。住伫咧外县市的台东乡亲，平日连续假期，拢爱甲厝内的人做伙抢票，订车票真做台东乡亲的困扰。连回乡的专车嘛真恶订，即嘛县府宣布，回乡的专车会改做代替的系统来订票，民众期待讲会当互真正有需要的县民买到车票。12点过后的时候开始抢啊，哎呀，每次都抢不到。希望政府能照顾我们这些我们这边东部的小孩呀。台东县管理处长吴明芬讲，台铁已经同意伫咧订票系统顶悬开发台东回乡专车的专用网页，而且用徛名册的做法验证身份，敢若互身份证英语字母是 V 的，还佫有户口伫咧台东的民众，甲因的一定亲会当注文回乡专车的车票，按算明年新正开始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台南市真侪溪埔秋天的寒芒花拢开，袂顺啊像落雪。总是花会开主要的原因是今年水库欠水，无通下水，才有这款浪漫的景致。实在这站也透露出无水通好用的烦恼。时间已经来到10月初，闸门溪边的秋芒花季虽然将要结束，不过也是有侪游客来遮赏花。这我旧年就有来看过。今年刚好是袂水。今年啊，现在要来看咧，可能都有啦，双边边啊拢足水啦。系啊。过去边若到9月时，带来闸门溪边的秋芒花灯开，拢会吸引侪民众专工到地来收花。带来区公所佮代办雪花季的活动，真专力行销地方的观光。不过今年的花会开甲特别多，嘛甲南部的水情有关系。对，那今年的雨水很少，所以说它芒花都开起来就很漂亮。天气越热，没有经常下雨，它开的芒花一定是更漂亮。嘉义仁义潭南潭它水库跟我们南洼水库跟我们阿公店水库几乎都是满的，那加上我们高屏溪的一个水量还尚余充足，然后北送我们来北送到台南所以目前能够尽量把水留在水库中。今年热天甲单也无风太大台悬，雨水无够多。目前闸门水库的水一直维持在3成5左右，无机会会当下水。溪尾的秋芒颠倒无去互水冲走，一片美丽风景的背后，嘛表明南部有欠水的可能。南区水资管局表示，南部的水情也真稳定，在月底前，民生、工业用水拢无问题。明年第一期的早冬潮，若要有水引产，就要看在月底的水情
才会知详细。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台湾面交损害农作物是愈来愈严重。为着要减少损失，政府也补助农民设电网啊。你像云林县去年申请安电网才4件，今年就超过20组。有农民表示讲，过去用放炮咧赶交效果有限，才会改设电围网要防治，望讲会当减少损失。今日10月份，目前是云林古溪山区甘麦采收期，但近期出现台湾高山啊，破坏农作情况相当严重。有农民来点炮惊交，但成效有限。山区的农民近期改正使用电围网来防治。20万左右吧，安尼总看起来放差不多1-2公里。多多少少吼，咱政府有关单位甲咱补助这个电网，也是讲吼预防措施，互咱这个农友吼收成会较好咧。有个人表示，台湾高山啊种入够远，不管是果实是否成熟，拢会来破坏。但过去农民对电围网使用无熟，近期经相关的单位开说明会，农民询问和申请的意愿提悬。云林县为去年补助4件，增加到今年申请20多件。破坏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啊！那申请回来的话，比往年的话大概成长了快7倍了。最后总共有26件，所以今年有26件，跟前年是增加蛮多的。云县府农业处表示，为了要防治高海，政府把补助古溪和岛内山区，各港到山区办炮赶交。但架设电网会当补助1/4的经费，嘛是目前上成效的防治方法。今年云林县内以古溪乡申请21件上济。记者云林报道。来讲，高雄者有一群视力较不便的人士，为着响应联合国世界视觉日，特别对10月初1，计划用11天的时间，配合一组目光的人咧骑的协力车完成环岛。因要用行动来呼吁甲提醒爱护视力。讲究视力，注重视力的重要性。骑脚踏车环岛对一般人来讲已经是无啥简单，对目睭看无的朋友更加是无啥可能。不过，这群勇士骑协力车，有一位看有的人头前带骑，初日高雄出发，反时间环岛，这么到花莲。受卡的那段路，因为坡度比较陡，所以一定是最困难的地方。但是还是挑战过去了。其实就是一个毅力跟耐力的挑战，那需要由明眼人跟视障朋友共同来协力完成。联合国定每年10月第2个拜四是世界视觉日，因想要用这边环岛来宣导爱目睭保护目睭的重要。保护眼睛呢有4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定期检查，第二个就是要吃对眼睛有益的东西，然后第3个就是要多多休息，因为现在3C 产品太多了。那第4个就是要多多去运动。这边参加的视障朋友总共15位，带起来至今有10位。自一开始调整配合到互相照顾，精神互人配合。最基本一定要有爱心，再来就是说注意他们的安全，因为视障朋友毕竟视力比较不好，那我们做志工的就是他们的眼睛。照行程算，因伫初八到台北的中正纪念堂，11会登去高雄，总共1100公里。伫途中，苏花公路因为较危险，会改坐车。伫半路，若汽车驾驶拄着现，车加咧让一个。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看高雄市长、议长杯的大军比赛，做赢各种的大军队队表现真好。其中一个听觉障碍、甲轻度智能障碍各种历练的学生，挑战一般的选手的比赛，一个人就摕到3块银牌、1块铜牌。伫咧教练的监督之下，甲队友做伙拍拼伫练习。读高雄做赢高中2年的吴炳如，伊有听力障碍甲轻度的智力障碍，自细汉甲阿嬷学外科。第一届区公所免费招收继续日家庭跆拳道班的时阵，伊去互做赢高中的教练黄金龙看到。教练讲，伊认为吴炳如真有潜力。以他本身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条件，其实在练起来比较吃力。但是让我蛮惊讶的就是说，以他的条件，他还能做出拿到这么多好成绩。没有比赛就自己好好练习，如果有比赛打的话，就不要有遗憾，好好去打。正面的耳仔完全听无，面对教练的指令是真困难，敢会当拼死练。虽然吴炳如天生的条件不如一般人，毋过伊一直练习，短短1年多，伫咧高雄市跆拳道比赛挑战一般选手，已经摕到2个金牌、5个银牌，甲1个铜牌，好成绩。就连阿嬷拢讲，伊感觉跆拳道互伊的孙仔变了更较乖、更较开朗。有转变就会
伊去遐学跆拳道吼，技术乖。教练都利用课余的时间，义务出钱出力带学生去比赛，然后他的成绩可以媲美我们的体育专班。我们也希望把教练的热情注入一股活水，让学校弱势的学生能够学得一技之长。吴炳如因为教练无放弃，也有对伊的指导，伫咧跆拳道内底找到自信。伊嘛表示，希望有机会会当替台湾摕到一面听力障碍奥运的金牌，以后会当回归社会，指导甲伊同款弱势学生。记者综合报道。看到弱势、身体较不便的人士，社会上也真侪人咧关心。来讲，台中一间豆奶店，甲唐氏症基金会合作，举办这唐氏症的囡仔一日店长的活动，提供伊练习服务人客这款培养工作能力的机会。甲豆花稳稳啊嵌入去碗内底，另外一边是斟酌咧操作收银机。因是唐氏症的囡仔，虽然咧做有较青分，不过因是真拍拼，要甲这豆奶店的一日店长做好好。你喜不喜欢来这边工作？我喜欢。希望下次可以再来吗？下次来。是。会不会有点紧张？有一点。那你刚刚做了什么工作？收一档。这是台中的一间豆奶店，甲唐氏症基金会做的合作活动。希望会当提供唐氏症的囡仔一个练习的机会，实现因服务别人的梦想。因学习的所在甲资源，创啥拢比一般人较不足啊，所以讲吼，招因来，咱爱有同样的同情心甲同理心来帮忙。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日活动，不过对唐氏症的囡仔来讲是真大的挑战甲成就感。嘛，毋望透过这个合作，互民众更加了解唐氏症的囡仔有偌拍拼，未来会当有愈来愈侪人甲因斗相共，甲因鼓励。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云林县斗六镇西国小的棒球队已经成立6冬，因克服无场地通训练的困难，伫厝尾顶起训练场，也拍出真好的成绩。虽然练习的过程真辛苦，不过会当有好的表现，就是这群囡仔上解欢喜的代志。大声喊加油！云林斗六镇西国小棒球队的同学就有精神，准备要开始练习。棒球是咱台湾的国球，常常伫国际比赛摕到好成绩，会当遮尔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细汉开始培训。云林斗六镇西国小就是培养少棒的重点学校之一。虽然练习的过程真辛苦，不过这寡囡仔却认为讲加入球队是因上介欢喜的代志。有2-3年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累，但就是赢的时候也很开心。来棒球队的时候，就是会让我们觉得让我觉得比较开心。镇西国小棒球队成立到今已经6年啊，因为学校伫咧市区，无宽阔的土地会当互因练习，所以学校就伫厝尾顶起练习场地。打杂球棒、发球机等等，把小选手的基础拍好在。我们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或是我们夜间训练的时候，是我们这边的主要的场所。那学生也很乐意在这边练习哈，那提升他们的技术。拄成立的时，敢若会当用插板甲人无爱伫的链仔，或斗手徛甲做垒包来练习。不过靠一届一届的选手甲教练的拍拼，即马毋但伫县内有真好的成绩，嘛常常代表云林县参加全国比赛。除了认真训练拍球，学校嘛拍破过去真侪人认为讲读无册才去做运动员的观念，特别注重学生的功课甲品德教育，毋望互这群囡仔成做上界优秀的队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今年的金曲奖台语最佳男女歌手是苏明恩和朱海军2个摕到，最佳台语专辑是罗水溪公社这个团体庄红，佫有3年前捌摕过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谢明佑，即便佫以《路》这条歌摕到最佳单曲制作人佮最佳作词人2项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得奖的是苏明渊。第31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苏明恩，本业是律师，30年来无放弃对音乐的梦想。伫我50岁的时得奖，心情真激动，嘛特别感谢伊的爸母，予伊有台语创作的能力。阮爸爸苏清洲，阮妈妈黄秀娥，伊的朋友拢叫伊做歌啊、吴子啊吼。我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因2个，
甲我灌溉、甲我滋养我的台语的文化，互我有会使熟悉台语的水，会使用台语来创作音乐。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是来自高雄美浓的朱海军摕到，本身是客人的朱海军，致辞嘛特别以台语表示，无想过会徛伫这个舞台领这个奖。我不太会讲台语，不过我真认真在学唱台语歌。我无想到今仔日我会当徛伫这个所在。领到这个奖。今年最佳台语专辑是流水客公社的庄宏得奖，副声歌王谢明佑嘛以录这首歌摕到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加最佳作词人奖。另外，今年金曲奖的开场表演特别邀请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的歌手同齐演出，展现出台湾丰富的音乐乐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婚林记忆区这个团体，为了让民众了解历史建筑怎样复原，专工带人去参观北港镇内当咧改善复原的古迹，回想英国的光彩。若讲到婚林北港，行着拢会想到妈祖庙。不过北港出名的，唔仅那朝天宫，也有受妈祖庙影响演变出来宗教工艺甲生活文化。也北港是开发真早的古镇，当然也有袂少历史建筑见证时代的变迁。婚林记忆区就专工办活动，招民众到顶眼界一下北港的历史建筑。现在刚好是北港的旧登记所正在修复的当中。那北港的水道头自来水厂的宿舍群也刚好已经要验收的阶段了。那我们当天呢也会请建筑师，他在整个规划当中的时候，他的规划的理念，然后怎么样做保存。活动分2条路线进行，沿途经过北港古登记所、集雅县、朝天宫、北港水道头。民众唔仅用目睭看历史建筑，婚林记忆区佮邀请地方的文史工作者导览，了解时代变迁，解说历史背景。也上界声拉马嘅就是也邀请民众同齐参与历史建筑修复的过程。这对民众来讲，有影是新奇佮趣味的体验。2条路线，主要其实要让大家去认识北港之美。那我相信，其实这2条路线都会为参观的民众带来很大的惊喜。大家可以更深化、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北港的工艺文化，还有它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最吸引的点是，都还没有看到在整个古迹或是历史建物在修建当中的时候，欢迎民众亲近。那我讲重要，其实它是一个运动跟倡议，让大家更来注重我们的文化的保存。婚林记忆区表示，举办这个活动，带民众眼界北港镇内当地修复的古迹，希望大家能了解整修的过程，通更加理解历史建筑的价值，也趁这个机会，让民众感受历史建筑英国的风华，唔但更加了解地方的变迁，也通愈保守愈重视历史文物。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顶月日开始，埃及的考古专家就一再去发掘到古埃及第26王朝的棺木甲木乃伊。到今已经找到上无59卡保存真完全的棺木。埃及政府也特别开馆，让外界去看到真罕见的木乃伊。伫临时搭建的博物馆内面，拢是埃及甲各国的媒体。考古专家因正细致甲布扭开观察显开，内面是保存了正完整的一具木乃伊。这是埃及首都开罗南边差不多30公里的萨卡拉，也是古埃及时代重要的墓地。即马看到这座左塞尔楼梯形的金字塔，年代会当追溯到4700年前。因若这批新发现的观察，专家估计的年代是公元前7世纪左右。معظمهم في حالة جيدة جدا من الحفظ ويحتفظوا بألوانهم هم لمجموعة من الكهنة وكبار الموظفين من العصر المتأخر، يعني بنتكلم حوالي سنة 600 قبل الميلاد، قبل كده أو بعد كده بشوية، يعني التوابيت دي بقى لها حوالي 2600 سنة مغلقة. أنا شاهدت فتح تابوت منهم مع دكتور مصطفى تحت في البير، الموميا كأنها متحنطة امبارح. 根据考古学家的讲法，公元前600多年是属于第26王朝，也是古埃及最后一个本土的王朝。了统治埃及的包括马其顿、希腊甲古罗马帝国，拢是外来政权，也代表这寡出土的文物伫埃及的历史上的重要性。这寡观察家木乃伊，也有进前所挖采各种的古埃及的文物，拢会伫咧大埃及博物馆展示。
这个博物馆本来是打算去年就要部分开放，不过先是拄到阿拉伯之春所引发的局势动荡。今年3月如果发生新冠病毒疫情，目前决定伫咧2021年开行。而这款乌塞古文本，就是埃及政府重新振作观光的希望。对古老传说讲，若入去金字塔，甚至甲棺材拍开，会带来恶运。不过这只是民间的传说，或者是电影的剧情。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咧变，做一个温度关系，咱就来看详细。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3度到29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7度到33度；台南、高雄、屏东28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24度到31度；金马、澎湖22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我是郭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